今次我哋一行5人去巴爾幹半島2個星期，探訪幾個中歐國家，睇下有冇值得介紹嘅地方。Montenegro 意思係黑山，黑山位於巴爾幹嘅中部，佢嘅周邊鄰國包含咗塞爾維亞、科索沃、阿爾巴尼亞同波斯尼亞等國家。科托爾古城 Kota 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，擁有保存最完好嘅中世紀城市結構。城裏邊到處都會睇到貓，因為14世紀黑死病期間受傳染病嘅威脅，於是大量咁樣飼養貓隻去捕捉老鼠。時至今日，古城裏邊全城皆貓，並非單純係為咗吸引觀光客，而係歷史遺留下嘅副產品。一走入城門就可以見到呢座建於1602年嘅鐘塔，係 Kota 嘅代表性建築物之一。鐘塔同武器廣場，鐘塔下方有一根恥辱之柱。古時候，當市民犯咗罪，就會罰跪喺石柱前去示眾。城裏邊嘅聖特勒佛大教堂，建於1166年，係當地重要嘅宗教同埋建築地標。城裏邊到處都有大大小小唔同嘅餐廳。食物嘅質素亦都非常唔錯，絕對唔會餓親你。就喺城門口就有一個嘅市場，商販每朝早都聚在一齊食早餐，場面非常開心。城外係一個水深可以泊郵輪嘅碼頭，同時亦都泊咗唔少嘅遊艇，證明古城係一個非常受歡迎嘅度假天堂。科托爾古城呢度曾經受威尼斯共和國嘅長期統治。古城嘅城牆全長有4.5公里。沿住城牆行走，可以飽覽古城四面嘅風景。城牆唔單止係圍繞住古城嗰部分，更加纏繞住古城背後嗰座嘅黑山嘅部分。遊客可以從古城嘅東側小徑上城牆，路況唔算係陡峭難走，全程都有樓梯。沿途唔單止可以感受到城牆嘅悠悠古風，更可以一睹整個科托爾嘅醉人景致。半山有座聖母瑪利亞教堂，休息之後可以返古城，都係一個簡單而享受嘅行山運動。Tirac 離古城約1小時嘅車程，係黑山嘅富人區，岸邊全部都係豪華嘅遊艇。街道兩旁係高級嘅餐廳。
有個露天嘅潛艇博物館。由 Quarter 古城嘅海路出發，快艇去到一個廢棄嘅潛艇入口洞穴。藍洞係今次探險嘅主要目的地，船長一早講咗會好大浪，果然真係拋到幾乎跌落海。聖母岩係15世紀時由人工填海造成嘅島。相傳當地一名遇到暴風雨嘅漁民曾經目睹聖母顯像而渡過險境，最後平安無事。於是喺1630年，當地嘅漁民就決定喺島上建立咗教堂，嚟紀念呢位漁民嘅保護神聖母瑪利亞，成就咗今日嘅特殊景觀。聖喬治島，島上充滿松柏，島上仲有一棟充滿咗愛情故事嘅聖本篤修院。據說有個派駐喺島上嘅軍官同峽灣附近村落嘅少女相識相愛，互定終身，但係喺一次攻擊行動中卻誤殺咗自己嘅未婚妻。傷心之極嘅軍官退役後就留喺島上邊嘅教堂做咗修士，最後鬱鬱而終。又返到古城碼頭啦，又係同大家講拜拜嘅時候，下次見啦〜